咱先同心来祈祷。求呢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搁一遍引带保守看顾阮来到你的圣殿。主啊，阮即时阮用欢喜条条的心，要来亲近你，来敬拜你。求主教阮三甲之地，特别恳求主，你互阮的心会当安静落来，专务仰望伫你的话语顶面。透过今日的礼拜，阮要搁一遍得到更新改变的气力。主啊，阮恳求你教阮三甲之地，求你差遣内住伫阮心中的圣神，亲自激励阮、感动阮。阮透过礼拜中间到你的交陪，真真正正明白你的心意，会通照你的心意去行。是阮的主，阮特别将今早起要服侍正当工，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。阮将今早起的诗会、诗琴以及幼儿园的老师所组成的圣乐队，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。透过因的帮赞，互阮会当将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，得到你的欢喜。主啊，今仔日也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台湾新学院的纪念主日，阮特别要将蔡主任院长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透过伊，互阮明白你的心意、你的话语。透过伊的讲道，阮搁一遍了解教会设立真实的意义。恳求主，你帮助阮，互阮有柔软的心来接受你的话。主啊，阮也将少年教会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阮即群受你呼召的人，互阮伫即个所在。毋干那会晓敬拜而乐，也会晓当阮转去到阮的厝内，伫阮的工作的场合，伫阮接触的每一个人中间，去见证你伫阮生命中间的疼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少年教会哪来哪合你的心意。阮所设立的机构，无论是安养中心，无论是基金会所设立。以及幼儿园，求主拢甲阮遮机构三甲之地，阮伫无共款的领域中间做好的服务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
着趁耶和华通吹着的时来吹伊，伫伊三军的时求救伊，歹人着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。归往耶和华，伊要怜悯伊；归往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骗行赦免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即摆要来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第152首，我来调记你，救赎我的主，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。会众请坐，请咱额头坐心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阮的主，秋冬的冷风渐渐吹过来，日头甲雨水拢是上帝你所赏赐的。阮学习每一天欣赏你所创造的大自然。花草树木也换穿一领新的衫来学罗主，
阮也满心感谢来吟诗敬拜主，回应主你极其美好的创造甲恩典。疫情当中带来，互阮有安静的心，搁一届思考主你的旨意，思考什么代志是阮生命上重要的。阮即马才明白，原来阮的厝体、甲阮属灵的家、阮的教会，才是阮上安全、上温暖的瓦靠。阮因为伫遮看见主、拄着主，才会使看见阮生命的全部。求主怜悯世界拄啊面临疫情伤害人民，互因找到避难所，身躯心灵拢早日得到医治甲安慰。阮也要伫遮反省阮的过失甲高高甜的罪，求主除去阮过头的欲望，除去阮对别人的制度，赦免阮冷淡的罪，除去阮无惊赦免别人的歹，也原谅阮对主的怀疑无够信心，嘛无尽力做主的圣工。求主赦免阮拢总的罪。阮即摆嘛要求主医治阮身躯有病痛，若有开喙，你就应允来医治，也安慰阮受伤的心灵。阮伫事业、家庭、经济、人际关系，阮常常拄着阻挡甲困难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了解，苦难是悔改的一部分。当阮拄着这个痛苦的时，会使主来悔改。主，你大过一切困难甲伤害。阮伫济济问题面顶，定定靠家己的熬，洗了足久的时间。求主，互阮放落这负面的情绪。阮对未来定定咧烦恼，但是佫无把握即马主所赐的幸福。阮欠缺时无快乐，但是阮丰富的时也同款无得到真正的喜乐。求主来帮助阮，求圣神帮助阮管理阮的心，主使互阮的产业是稳定的里面，袂超过阮会使管理的能力，甲会使担的担啊。互阮了解幸福是来自伫主你互阮的疼。阮知影要付出去帮助需要的人，当阮听候的时，互阮信心甲仰望，因为主是无误时无误事的主。阮听候主，毋是伫上尾，阮会得到什么物件，而是伫听候的中间，你磨练阮，真做有信心、有行动力，也拄起阮内面无合主心意的所在。阮的牧长、团契、小组、诗班加正会友，今日要安歇中静静听候主来坐伫阮的身边，你赐落鼓励甲恩典，互阮超越阮家己的限制，为着是会使做一个付出的人，行动的门徒，甲感恩的儿女，互今日的阮比昨的阮搁较接近主，搁较听主，互阮的国家伫国际搁较安全甲发光，疫情嘛受到控制，互阮的教会甲事业体搁较充满意向，济人来奉献家己做工，拯救搁较济灵魂。今日照着蔡牧师要带来信息，圣神来感动，互每一个人进入阮每一个刻薄的心，成做阮宣告的困力，互讲的甲听的，拢得到造就。阮安尼祈祷无安全，即马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。阮的日食今日我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赦免过犯。无你出阮的日子，叫我脱离的歹。因国、权能、荣耀、荣誉、所有，大
即马咱要来启用文第28篇，记载伫圣诗后面第42页，是诗篇139篇。启用文第28篇，我来启，大家来用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、捌我，你对远知我的念头。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深知。你伫我的前后为我，即款的财物奇妙，我袂会测度。我要去倒落闪瞥你的神。我若上天，你伫遐；我若展开清早的室，既然伫遐，你的手也要引带我。我若讲黑暗要压砍我，就黑暗也无会压砍我，互你无看见。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对伫我极其宝贝。我若要算伊，比海沙较济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。咱即摆要过来吟圣诗学罗主圣诗第168首，求主复兴教会，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。即马双连幼儿园的教职员要引带大家来学罗上帝，因为学罗的诗是主是我的牧者。我是我家，我是有。
声音来学了咱的上帝，咱甲因跟归予咱的主。今仔要来恭读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雅各书第2章14到26节。现代中文译本是356页。雅各书第2章14到26节，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恭读上帝话。信心加行为14节。我的兄弟啊，如果有人讲有信心，兼且袂使用伊的行为来证明出来，有啥物路用呢？迄个信心会使救伊吗？恁中间有兄弟也是姊妹，无通穿，无通食，恁确实对伊讲平安平安，愿恁穿会少，食会饱，也无提供因所需要的，安尼有啥物路用呢？同款的，信心无行为就是死的。但是有人要讲，这个人有信心，迄个人有行为。我要回答，恁互我看迄无行为的信心，我要用行为互恁看我的信心。恁相信，敢若有一位上帝，安尼真好。圣灵也是安尼相信，而且非常惊伊。有戆的人啊！恁爱知影无行为的信心是无路用的吗？咱的祖先亚伯拉罕是安怎会使甲上帝和好呢？是因为伊甲囝儿以撒献伫祭坛面顶这个行为，可见信心甲行为平平进行。伊的信心是照着行为来达到完全的。圣经面顶讲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因为伊的信上帝算伊是义人，这个话实现了。伊真做上帝朋友，所以会使甲上帝好好，是照着行为，毋干那是照着信心。长期拉合的情形嘛是共款，伊互认为是义人。是因为行为，伊接待犹太人的使者，佮帮助因为一条路逃走，所以安尼亲像身躯无一口气是死的，信心无行为也是死的。圣经以上愿上帝祝福照伊话去行的人，咱今日真欢喜。有台湾新学院的院长蔡牧师，要来甲咱分享主的信息。伊正道的题目是“教会是死的，还是活的？”请大家恭敬来领受上帝的话。主来敬听的蔡牧师、牧师团，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的纪念主日。首先，我要代表全体新学院的师生，向恁教会献上愿真深的感谢。感谢恁过去遮尔多年来对台湾新学院的支持、带导甲奉献。今早起来到咱的中间敬拜上帝，我意爱用上帝话带领咱来三甲敬拜。伫未开始之前，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伫众人的中间拣选阮，成做你受恩的囝儿。特别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阮会当悠然奉主的名组织，这是何等的礼物，阮实在是心存感恩也珍惜。主，今早起阮组织伫遮。阮实在是亲像玛利亚同款，要真正坐伫耶稣的脚前，要来听主你对阮讲话。因为主，阮确信，
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离开你，阮袂会做啥物。阮也确信，伫今仔日遮尔黑暗苦难的时代，独独你的话语是真光，互阮伫黑暗的中间，会当看到光，缀光来行。这是阮恳求信心做工伫阮的中间，互讲的甲听的人，平平伫信心的温台甲引出的下面，会当搁一摆对你的话语中间来得到启示。阮也恳求上帝，互阮有受教的心，会当听的耳孔，互主你的话会好种子，会当入伫阮的心，好的土地，会当来生长。结出百倍、千倍的果子来荣光主你的名。这是阮要安静阮的心，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祈祷袂坎伫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，伫教会历史中间，事实上捌引起侪的讨论。特别是拄啊24节，伊安尼讲，伊讲人受称做义是对行为，毋单单是对神。有一个人认为讲，亲像这种对行为称做义的经文，甲保罗伫罗马人书强调对神称做义的教义是相违背。也因为安尼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罗德马丁伊甚至安怎讲？伊讲雅各书是一本对基督徒对教会无啥物价值的册啊。毋过我要问的是，雅各书真正对今仔日的教会、对基督徒完全无价值吗？我相信的确毋是安尼。若无，伊袂受收集伫基督教的正典的中间，敢毋是？咱常常讲，伫新约的中间有一本册，以弗所书，伊所关心的主题就是教会。事实上，雅各书所关心的主题也是教会，只不过是这两本册的方法论完全无同啊。若是讲以弗所书是一本真精彩教会论的神学著作的话，安尼咱要讲的是雅各书较亲像啥物？雅各书较亲像是一本真实用的教会生活手册啊。搁较具体来讲，雅各书真正关心的是，到底教会是死的，也是活的？死这个字，伫拄啊咱读的这段经文中间不断地出现。到底教会是死的，也是活的？你若第一摆读雅各书，我相信你对雅各书中所描写一寡教会的情况，互你感觉真恶想象。好比讲，当你读到第4章，伊安怎讲？伊讲，恁贪恋得袂到就杀人，恁贪恋得袂到就杀人。各位，这是你讲教会啊？互你看到足条件。有圣经学者甚至安尼讲，伊讲这应该毋是雅各的作者家己想出来，有可能就是伊知、伊听过，伫教会中实际发生的代志啊！哇！第一摆读雅各书，你会感觉足条件，总是你若一读再读的时，你渐渐会发现，雅各书就敢亲像一面镜共款。将咱内在生命的本相完全拢显露出来。好比讲，伫拄仔咱所读的这段经文，有一节安尼讲，伊讲，恁中间若是有兄弟，也是姊妹无衫通穿，三顿无通食，你敢若对伊讲，祝你平安，就穿好烧，食好饱，总是无提供伊肉体所需要的物，有啥物路用啊？虚假的信仰，华语讲光说不练哈，台语较水，台语讲空嘴无知啊。空嘴无知的信仰，就是雅各书的关心的主题。雅各书会当讲，就是要勉励咱遮已经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，咱就早要脱离虚假的信仰，活出真实的生命。今早起，愿上帝信心亲自做工，
互咱会当搁一摆对雅各书这本册中间会当得到一寡的启示。拄好这段经文的中间一开始，书会甲咱念的第一节是安尼讲：兄弟姊妹啊，若有人讲家己有信心，各位，我毋知你有注意到无？雅各书的作者并毋是讲若有人有信心，毋是哦。这就亲像耶稣每一摆要行新约的时，拢会讲若有人有信心，毋是。雅各书的作者是安怎讲？若有人讲家己有信心，这无共。换句话讲，雅各书的作者通过这种的表达，伊要表示的是啥物？伊要表示的是人对家己过头的自信甲骄傲啊！伊要表示的是人对家己的无知，就是咱掠做家己有，总是事实上有可能咱无啦。咱若认真来想，就会发现，伫教会中间有时出现的一寡问题、混乱、冲突、纷争，往往毋就是咱人对家己过头的骄傲甲自信所引起的检视。即款的代志，伫今仔日用无同款的方式出现伫今仔日的教会中间啊。几年前，我伫美国的时，有去带领一间台湾人的教会退休会。我还会记得，当我第一摆去到这间教会时，对这间教会印象足深。特别是咱在座你若伫北美，就知伫北美的台湾人教会，今仔日伫甲台湾的长老教会拢差不多。双连教会是真特殊哈，甲台湾的长老教会拢差不多，普遍老化，无少年人。人数拢足少啊！伫即种的情况下面，即间的台湾人教会竟然每礼拜聚会的人数会当超过150人，并且信徒热心传福音。特别因为一个使命，要遐到美国去读册，也是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传福音，真期待因若是将福音得到福音的时，会当将福音带倒转到中国的所在，这是足难得的。无拍算，伫短1年外的时间，当我第2摆去到这间教会的时，我足着惊，教会已经分裂啦。认真来问，才发现讲，原来伫过去一年外来，教会伫屏幕，总是伫屏幕的过程中间，会友意见袂合。有诶讲爱聘老诶，有诶讲爱聘少年诶。最后牧师无聘成，一寡会友真受伤来离开。老来诶信徒状况嘛无好，彼此之间有真大诶分裂啊。特别是当年遐个同齐开拓即间台湾人教会遐个长老，伫事件过了，大家煞变做冤仇人，伫教会见面无讲话。当我看到这个时，足着惊。有时，互我着惊的是，一间教会会当遮悬跋到底句，是遮紧啊，1年外，互我感觉真着惊。搁较侪是毋甘嘛。教会哪会变安尼？教会对我的邀请是真早就讲好，1年外前就讲好。我要去进前，完全毋知教会发生的事啊！你就会当想象，伫迄3天2暝的退休会中间，对一位外来的讲员的我来讲是足困难的，因为双远的人拢要找牧师诉苦啊，双远的人拢期待讲蔡牧师，你着爱主持公道，双远的人拢认为家己安尼做是对。嘛认为讲家己安尼做拢是听教会，总是问题是整个的教会却充满苦毒、批评、论断甲纷争啊！各位兄弟姊妹，若有人讲家己有信心，虚假的信仰、空嘴无知的信仰，这是今仔日伫教会中间，咱爱真认真去面对的一个问题。特别我做一个牧师，我深深感受到，你若是伫教会参与伫事工做职
误的人，这是咱真容易陷落的一种的试探啊。Timothy Keller 提摩太凯勒牧师，这位伫今仔日美国的纽约一间真复兴的教会，长老教会叫做救赎主的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伊针对这点有一个真深的分析。伊安怎讲？伊讲基督教的事工，互人倾向虚假的压力是遮尼大。基督教的事工，互人倾向虚假的压力是遮尼大。怎样讲？好比讲，你若是伫教会中间担任职份、担任事工的领导者，好比讲你是传教者，你是长老、是执事、是小组长、是助理的老师、是团契辅导，你是圣歌队等等。这表示是啥物？这表示咱有真侪机会，都爱徛伫众人的面前，来向人见证讲，这位上帝是偌尼伟大、偌尼奇妙啊！通常，咱的心袂拄拄是上好的状态，咱会当真诚恳讲这的话，敢毋是？所以，咱只有两种的选择，毋是搁审查咱的内心，咱甲上帝关系，就是安怎渐渐咱的假善啊，咱的底一个样变甲表里不一。好比讲。你是敬拜团，你是讲圣歌队的队长、队员，伫敬拜主日礼拜，咱就爱上台带人敬拜。总是有可能伫周间的中间，咱家己并无基督敬拜生活。总是伫主日早起，你就爱上台带敬拜，咱就紧紧甲敬拜这个换衫穿起来。上台的时，咱检查咱嘛会举双手大声喊讲：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总是有可能，咱的内心并无真正体会到敬拜上主的喜乐啊！特别是今仔日这个科技的时代，人看重的是啥物？人看重的是数字、效果、技巧、个人魅力、个人的吸引力，较无看重的是啥物？较无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品格、你的深度。你信仰的反省，这款的文化，今仔日已经影响着教会。今仔日教会看重的是啥物？是结果，是数字，是技巧，是个人魅力呀。也因为安尼，你会发现，侪伫教会看起来真热心服侍的兄弟姊妹，其实伫信仰顶面，甚至伫生活甲道德顶面，败倒的人足多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会想要用外在真侪事工来遮盖咱内在咱无的性命，咱会用真侪外在人看会到的温数来遮盖咱内在所欠缺的温足啊！也因为安尼 ，Timothy Keller 牧师。伊下一个足严的结论，伊安怎讲？伊讲教会事工为放大一个人的属灵性格，毋是互一个人变做更较好的基督徒，就是变做较歹的基督徒，绝对袂互一个人保持原貌啊！教会事工为放大一个人的属灵性格。毋是互人变做更较好的基督徒，就是变做更较歹的基督徒，绝对袂互人保持原貌。讲到这个是检查，咱就想要问：安尼我怎样会当脱离虚假的信仰，活出更较真实的生命呢？咱常常讲，基督徒的生命包含两个真重要的方面。一个方面是咱甲上帝关系，咱讲垂直的关系；另外一个方面是咱甲其他人、甲世界、甲厝边的关系、水平的关系啊。这是基督徒会当用来自我检查、检验的一种方法论，足好的。好比讲，若是最近你真熬受气，真熬甲人冤家，有可能咱来倒转到讲。我最近甲上帝关系出啥物问题？相反，
当咱伫教会中间，咱伫生活中间愈来愈假善、愈虚假、无真实的时，咱要问的是：安尼我甲上帝关系到底出啥物问题？今早起我要甲焦点放伫第19节。第19节伊安尼讲，伊讲：你信上帝只有一位，安尼真对，连鬼嘛信，甚至惊甲片片喘。这台语汉字版足水吼！你信上帝一位，安尼真对，连鬼嘛信，甚至惊甲片片喘。有一位第5世纪的神学家对即节的注解，互咱足着惊。伊安怎讲？伊讲：遐个信上帝却毋惊上帝的人，比魔鬼较惨。有道理无？会有呢。魔鬼信上帝，惊上帝；咱若信上帝，毋惊上帝，咱比魔鬼较惨。当我伫读古书的时，我有注意到一个字啊，就是伫第1章26节、27节的时，雅各伫讨论什么是虔信。虔信这个字，会当是讲各种的宗教拢真在意伫讨论。包括基督宗教伫教会中间，咱嘛真常常伫用即个字虔信，甚至你帮人讲哇，即个人足虔信。毋知你安尼讲的时，请问即个人足虔信，你指的是啥物？雅各书的作者伫26节、27节的时，伊用一个字，虔信即个字英文是 religious， 即个字伫希腊原文，伊指的是啥物？伊指的是对神明有敬畏啊。换句话讲，真实的宗教、真实的虔信，拢包含对神明、对上帝的敬畏，就是对上帝国敬国惊啦。若是安尼讲的时，当咱的信仰变甲无真实、真虚假、真假善的时，这是毋是表示讲？咱已经开始毋惊上帝咧。事实上，你若去读圣经的时，有一个词常常出现。对旧约甲新约，你若去 Google， 这个字、这个词，伫整个圣经出现要将近200摆。换句话讲，这是伫圣经中间，伫基督教信仰中间一个真重要的概念。这个词就是敬畏上帝。敬畏上帝，若是安尼讲的时，你有发现无？今仔日伫教会中间，若是咱每一摆讲到甲上帝关系时，咱较常讲啥物？咱较常讲着爱疼上帝，咱较少讲啥物？咱较少讲着爱敬畏上帝，甚至伫教咱的囡仔、主日学、少年、青少年团契时，咱嘛真少伫教咱的囡仔后一代讲。你着爱敬畏上帝。总是你若去读初代教会，特别是使徒行传，我发现有一项书足趣味。敬畏上帝是初代教会一个真重要的特质，甚至是教会复兴增长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啊。伫使徒行传第9章31节，伊安尼讲，伊讲迄时。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，甲逐所在教会拢有平安，哪坚固发展，所行所做敬畏主。中文说，凡事敬畏主，得到信心的鼓励，人数就一直加添哦。各位，初代教会复兴、教会增长的秘诀是啥物？毋是策略的问题，毋是方法的问题。因的秘诀是凡事敬畏主。英文是安怎写？英文是讲 walking in the fear of the Lord， 一直行伫敬畏主的道路的顶面，所行所做敬畏主。圣经讲人数就一直加添啊！不但安尼，我嘛发现使徒保罗伫罗马人书的时，伫罗马人书。第1章甲第3章，伊伫讲到人行败坏的道路是对倒位开始。保罗讲，
人行败坏的道路，往往是对人唔惊上帝开始。罗马书第3章18节原来讲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台语写甲真水，伊讲对上帝心无存敬畏啊。我还记有一摆，甲几个教会同工伫开讲，阮就讲到教会机构发生的事件甲问题。伫开讲的时，突然间有一位同工就大声，就马上安尼讲，伊讲某米人，因哪一点仔拢毋惊上帝。各位，你捌讲即款话无？你敢有发现？若讲到人毋惊上帝，咱往往想的拢是别人，毋是家己。毋是啊！当初先知拿单对大鼻王讲的话，今仔日嘛要对你、对我、对咱每一个人讲：你就是迄个人，你就是迄个人。我家己就是迄个毋惊上帝、无敬畏上帝的人。今仔日长老教会拢将期待，每一间教会拢期待教会会当复兴，会当成长。这足好，总是我嘛发现，真侪教会若咧讲复兴成长的事，往往拢是伫讲事工、讲策略、讲方法、讲活动，真可惜。忽略到啥物？忽略讲教会成长对圣经初代教会，互咱看起的是，真正教会的复兴甲成长是一种灵性甲敬虔的改革啊！这种灵性甲敬虔的改革对倒位开始？对敬畏上帝开始。加利文嘛安尼讲吼，加利文讲一个互上帝呼召的人，伊讲的上帝呼召，毋是只有指传教者，毋是哦。各位，你知影教会是啥物吼？教会伫原文的定义就是一群伫世界中间，互上帝呼召出来的人，组织伫遮就是教会。教会就是一群受呼召出来的人，咱已经甲即个世界无共款。换做话讲，今仔日双连教会有一天无即个拜堂，犹原会当有教会，因为教会指的是人，毋是建筑物啦。教会是一群受呼召出来的人。加利文讲，一个互上帝呼召的人，伊身上应该有2种的特质。第一个特质是啥物？伊会敬畏上帝。第二，伊会听教会啊。敬畏上帝、听基督的教会，这是上帝互上帝呼召的人，伊身上应该有的2种的特质啊。今仔日敬畏上帝的传教者伫倒落啊？今仔日敬畏上帝的长老伫倒落？今仔日敬畏上帝的执事伫倒落啊？今日敬畏上帝的小组长伫倒落？今仔日敬畏上帝的助理学老师、幼稚园的老师伫倒落？今仔日敬畏上帝圣歌队的队员、敬拜团的队员伫倒落？今仔日敬畏上帝的双连教会的信徒伫倒落？今仔日敬畏上帝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，搁伫倒落啊？今仔日教会的复兴、教会的成长，是对灵性敬虔的改革来开始。这款的改革需要对敬畏上帝来开始。我真正感受，这是今仔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大的问题啊！咱要问的是，人对上帝敬畏对哪倒来？咱对上帝敬畏是对认捌上帝来。这款的认捌，除了就爱认捌着上帝伊的慈悲、伊的仁爱、伊的恩典、伊的同在，这拢对真好。毋过只有认捌着上帝一面尔，无够。咱搁爱认捌上帝另外一面是啥物？伫圣经中间，互咱看到，咱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是有威严的，是奥秘的，
奥妙，上帝是有主权的上帝啊！加尔文伫写伊的基督教，以后伊写到最后，你知影这本册是安怎结束？伊写完遮尔有名的神学著作了后，伊最后结束是安尼写：伊讲，伫即位伟大威严的上帝面前，自追袂拍败啊！伫即位上帝奥妙的阴光的中间，自追袂感觉戆影。即位神学家遮尔伟大，写到最后，伊对上帝认捌，写到最后是互伊戆影拍败伫即位上帝面前来敬拜，谦卑伫上帝面前。今仔日伫教会中间，咱常常讲到爱听上帝。真少讲到爱敬畏上帝时，这是毋是嘛表示咱对上帝的认捌是无照全、无完全的？当然，咱对上帝听甲敬畏，毋是只有一种栽拔的理解尔。当你听一个人、敬畏一个人的时，各位你有注意到无？听甲敬畏是一种宗教感情。当你听一个人、敬畏一个人的时，这种的宗教感情会伫你的内面开始影响你的行为、你的生活，甚至开始改变你的生命。好比讲，咱在座足侪是做父母的，父母听囝、查某囝，绝对毋是只有理性知啦。讲父母就爱听囝字，知毋是。当我看到一位老母啊。当伊知影家己的囝，互医生判断讲得到绝症的时，这位老母安怎讲？伊讲：若是会当，我实在是愿意替我的囝来死哦。这是听，真正会听，伊会伫咱的内面，会成做一种的快乐，开始影响到你的行为、你的生命、你的生活。当咱咧讲咱听上帝、敬畏上帝时，也是相款啊。今仔日教会咱面对的问题是啥物？咱常常做礼拜，咱听讲道，咱参加团契，咱甚至上各种信仰的课程，咱知足多，总是有可能，咱犹原甲非基督徒同款的思想甲价值观，咱无改变。有可能咱犹原甲遐无信主的非基督徒同款，咱的生活、咱的行为并无啥物改变啊。林家国师伊讲到教会看到啥物？伊讲白贼、骄傲、妄图、自私、傲受气、论断、诽谤、无疼心、因外貌处人、行奸淫、行无公义的事等等，这个事，敢毋是嘛？伫咱的教会中间来发生，敢毋是？今仔日咱面对的上大问题，雅各书的作者关心的是啥物？教会是死还是活？伊看一间教会死甲活，毋是即间教会办偌济活动、做偌济事工、有偌济聚会，毋是。一间教会死甲活是看有活出所信的啊无啊？伊讲信心若无行为，就是死的。因为真重要，伊阁讲一解，伊讲就亲像身躯无灵魂是死的一样，信心若无行为也是死的。如果讲魔鬼也信上帝，甚至行甲偏偏错，啊！咧咱遮的即群人坐伫遮，咱啥物会当甲魔鬼无共？就是行动啦。因为魔鬼信上帝，惊上帝。总是魔鬼无去行上帝所欢喜的事。咱今仔日坐伫遮，咱对上帝听，咱对上帝敬畏，毋是只有停留伫知捌知理性知啊尔。即款的听，即款的敬畏，会开始伫咱的内面，成做一群改变咱生命的快乐，互咱会愿意去行上帝所欢喜的事。同时阵安怎？咱就爱离开遐上帝所无欢喜的歹代啊！伫我之前所讲的迄间台湾人教会，伫退休会最后一天是主日礼拜。
伫主日礼拜讲道中间，我用从我嘅角度来调整兄弟姊妹讲，我讲，当主耶稣过来的时，你敢会当安然记住啊？当主耶稣过来的时，你会当来与伊交差嘛？主日礼拜结束，照惯例，因为有一段时间，互兄弟姊妹自由分享退休会的感想。有一位姊妹第一个举手举足紧，这位姊妹其实是这摆教会婚礼事件中间上关键的一个人物啦。伊对伊的位徛起来，行到头台前，提起了麦克，有听真长的时间拢无讲话。我甲兄弟姊妹坐伫下啊，其实我足紧张啊，毋知要讲啥。然后伊用足细声，甚至带有一种歹势认错的口气，对在座百几位的会友安尼讲，伊讲：我为着家己过去这段日子以来对教会、对恁所造成的伤害，我要向恁道歉。讲了就开始哭。我甲坐伫台下兄弟姊妹听了嘛，开始目眶红。最后，我就邀请所有的会友起来行平安礼。这是我伫礼拜中间看行平安礼上长的一届，百几个兄弟姊妹互相揽、互相靠，彼此认罪。当我徛伫遐看到这幕的时候，我足感动，我的心嘛得到真大的激励。做牧师上大的想是啥物？就是看到兄弟姊妹悔改伫主的面前，教会改变，这是做牧师传到遮上大的安慰啊！当我看到这幕的时，嘛互我想到雅各书第1章第18节，雅各伊咧分享讲教会是啥物？伊咧分享讲教会是对倒位来？雅各书第1章18节，雅各安尼讲，伊讲教会是上帝照伊家己的旨意，用真理的道生出来，要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间有一个上重要的地位啊！哇，各位兄弟，这才是福音嘛！有时看到教会甲咧破病，有时看到教会，咱会甚至怀疑讲，这是毋是抑阁是教会？总是雅各提醒咱啥物？伊讲教会是安怎来？伊讲教会是用真理的道生出来，英文讲 Word of Truth。换句话讲，教会的体质 DNA 是好的，因为咱是用上帝用真理的道生出来。换句话讲，只要教会有上帝的话，只要教会有真理，只要教会的信徒愿意遵探上帝的话来行，莫阁虚假假善，活出真实的生命的时，这间教会就会开始恢复健康，这间教会就会开始顶头生啦。任何一个信仰团体，任何一间教会，只要有人，甚至只有一个人嘛，会使。我拄仔讲的迄个咧，只有一位姊妹，你莫想讲吼，迄伫百外人面前认错是足简单，60几岁的姊妹，伫上帝的话的光照下面，伫信心的区别下面，伊毋惊见笑，毋惊面子，勇敢行出来，甲大家道歉。这是上帝话有可能做到，在人无法度，在上帝万事拢会啊。当一个人愿意伫上帝话回应，用真实的行动来回应上帝话时，你会发现，这款真实的信仰、真实的生命，伊的影响力是真惊人。这就亲像啥物？伊就亲像耶稣的譬如安怎讲？伊讲就亲像有一点点的酵母吼，会互整个的面粉都发起来。酵母一点仔就好，总是会互整个的面粉发起来。伊嘛亲像啥物？伊互我亲像感觉讲看到以西结书37章枯骨复苏啊！原本教会甲死去哦，迄间教会你去的是迄3天2暝的退休会，是足无简单。逐
大家是无讲话，是生气，是苦毒的话不断地出，教会死去。突然间啊，伫上帝话甲上帝信心的工作下面，高大的骨头搁一摆活起来。当我亲目看到即幕的时，我实在是对这位上帝以奇妙的作为，对我的心底发出真实的赞叹甲懊恼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2020年实在是足黑暗、足苦难的事。我深深相信，伫这个黑暗苦难的事，你敢相信？上帝要兴起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躯。伫这个世代，唔通无咱无你啊，唔通破病。教会就爱兴起来。伫这个黑暗苦难的时代，会当大大来为上帝做见证。今仔日撒旦上巧的计谋是啥物？撒旦上巧的计谋就是，互教会失去上帝话，互教会失去真理，互教会的信徒无阁活出真实的性命，加深虚假，互教会阁无亲像教会啊。总是今仔日上帝要重新恢复咱教会的体质啊，咱的 DNA 是好的。检查你即马咧破病，毋过咱的 DNA 是好。因为教会是上帝用真理的道生出来的。今仔日上帝要呼召咱，特别是在座咱这参与伫教会事工有积分的人，咱就爱脱离虚假，脱离白贼，活出真实的生命。所以各位，毋知你即马现处时有啥物款的所行是上帝所无欢喜的？今仔日上帝要通过信心的工作，甲上帝话，得叫你啦，毋通消灭信心的感动。这是上帝予咱的机会。探黑暗还未来进前，会当紧紧活倒转，超找上帝，这是福音。当一个人伫上帝话甲信心的光照下面，会当看到家己的骄傲，看到家己的无知。对家己的骄傲甲无知中来觉醒，看到家己的罪恶，紧紧活倒转，上帝来行，这是福音。这是福音，是因为上帝的审判还未临到咱的进前，咱还阁有机会悔改，会当紧紧来悔改啊！检查即款看到家己伫罪恶中会觉醒，有时互咱感觉真痛苦、着惊，亲像迄位姊妹共款。我看到伊足痛苦，总是伫痛苦惊吓的中间，迄种亲像啥物？迄就亲像伫创世纪有一个故事，当亚当甲夏娃突然间发现家己得罪上帝，看到家己烫白体，伫上帝面前见笑甲毋知要去倒位味的时，你继续读圣经，上帝做啥物？上帝喊伊的名。因为毋敢记上帝，总是圣经安怎写？圣经讲，耶和华上帝因皮做衫，互亚当甲伊的太太夏娃穿啊。上帝用兽皮做衣服给亚当跟妻子穿哦。各位，咱的歹，咱的罪恶，袂影响，也是减少上帝对咱的疼。袂啦，上帝有安疼，上帝做皮衫互亚当甲夏娃穿，就亲像诗人安怎见证，伊讲，当离开西有偌远，上帝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尼远。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，耶和华上帝也也安怎怜悯敬畏伊的人。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伊的人。上帝的怜悯较赢过审判，这就是福音。上帝的怜悯较赢过审判，这就是福音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敢有期待台湾长老教会复兴吗？你敢有期待双连教会复兴吗？是。咱都要期待，这是好的。总是真实的复兴对倒开始，真实的复兴是对
人对家己会歹活倒转归向上帝，开始敬畏上帝来开始。所以今早起好毋好？咱着勇敢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，用信心甲诚实来敲找伊。上帝监察咱每一个人，伊看出什么是真实的人，啥是假善的人。总是上帝嘛要任命敬畏伊的人，上帝要赐信心予遐个软弱的人。所以咱着勇敢来到上帝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。伫今早起，咱会当真诚恳诚实来对主讲：主啊，我信，总是我的心无够野，求主帮咱。我信，总是我的心无够野，求主帮咱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阿们。咱即马要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第120首，救主出声叫我，请会众起立来吟。
请坐。接来带牧师伊要照一个影片来甲咱做报告。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纪念主日。伫未开始，我简单报告之前，我有带来一个影片，请4分钟外，请咱三个来看。大家平安，我是蔡珠伦牧师。首先，我要代表台湾新学院全体的师生，向咱表达上深的感恩。感谢正兄姐伫过去这段日子以来，对台湾新学院的支持、带导甲奉献。2020年实在是一个真艰难的一年，疫情带来全世界侪人的死失，互世界无搁相款。对新学院来讲，我也面对侪新的挑战。在这个困难的时刻，台新的学生主动发起台新献血的行动，主动提供弱小的教会帮助因来架设线上礼拜直播的技术服务。在4月到6月中间，也发起线上祈祷的祭坛，为了台湾甲世界平安、教会复兴来祈祷。我相信我们的祷告放在线上里，就是像在点灯一般。我们要成为这个财神，成为世界，成为众教会的祝福。今年的双年讲座、甲马偕讲座，好好做一项突破性的决定，就是现场参与甲线上直播两种方式。感谢主，因为安尼参加讲座的总人数比以前增加侪，也有海外学员来参加。阮伫10月底举办新学生活体验营，邀请有志献身的青年来到新学院体验新学生的生活。感谢主，有60几位报名参加。伫这个营会，因会当明白上帝对因的呼召，也毋望因会当成做上帝国所动用的工人。目前台神有提供拨款的学位，有道学硕士、灵性咨商硕士、教会音乐硕士、神学硕士甲博士，以及教牧博士，互无共款温水遐的姊妹，拢会当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4年前，台湾新学院通过教育部的立案，互新学教育会当更较开阔来发展。总是当时阵，我也面对着校舍老革旧以及设备需要换新的挑战。感谢上帝带领。期待久的男生宿舍整修，伫7月已经开工。虽阮经费也未完全到位，总是阮相信重建以后的男生宿舍，会当互学生伫更较好的环境中来学习甲成长。值得感恩的是，台新有宝贵的历史甲信仰的传承。今年的毕业典礼，伫马偕博士的故乡苏格兰风笛的音乐中，搁一届提醒咱。来学习宣教师因自愿甲放下家己的精神，这也是咱台湾新学院所继承的精神。今年暑假，台新老师去到新竹尖石乡的大叶部落，这也是台新前院长孙雅国牧师甲孙林的牧师娘捌也传录音的所在。听伊讲起48年前，台亚教会经历圣神更新的故事，这是一段台新老师的寻根之旅。搁一届感受当年宣教师传录音的热情，这也是一段属灵的旅程。愿恳求上帝继续带领台新军队先辈的脚力，传扬基督福音。这几年来，台湾新学院所行的每一个脚步，拢有上帝恩典的油在滴。在疫情的中间，伫立案了后的台湾新学院，拄徛伫一个要定心出发关键的时期。在这个艰难佮重要的时刻，关键需要正兄弟出钱出力，帮助阮会当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，继续培养优秀的上帝国工人。
时间的关系，今仔日徛伫遮，我所要讲的就是，每一摆来到双连教会，除了感恩，永远是感恩，因为双连教会正兄这对阮的大道支持甲奉献，互阮伫148年来，即间新海院已经148年来，每年拢伫经验，这是一条信心的功课。新海院足欠钱，无得到政府任何的补助，拢是靠10万长老教会的信徒为阮奉献。伫今仔日的周报中间有一个奉献袋啊，今仔日你若是无准备，袂要紧，你早转去，祈祷就上帝互你的感动来替新海院来奉献。期待伫即个苦难的时，伫即个世代，上帝会当兴起搁较侪兄弟姊妹愿意献身投入伫上帝国的事工，也通过众兄弟姊妹的奉献，互阮的神学教育会当愈伫上帝欢喜的道路顶面所培养出来的工人，会当伫即个时代成做上帝所欢喜的工人。搁一摆，感谢双连教会，也愿上帝继续祝福双连教会，徛起伫遮，会当成做北台湾长老教会的领头羊，带领整个的长老教会，伫即个新的时代为主最好的干净。愿上帝赐福咱大家平安。咱等下要来奉献，你若无了解奉献的意义，还是今日无方便的，免勉强奉献。咱即晚要来用奉献接续咱的敬拜。用请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。请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大大的恩典，互阮会使有教义的恩典，
行过所有的日子，阮即马要献上阮的时间、才能、甲金钱，互主做圣工的路用，求主感纳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今仔要来做报告，掀开周报第4页。本周特别的事工第1点，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台湾新学院奉献的主日，欢迎台湾新学院的院长蔡珠伦牧师代表伫本会3场礼拜中来正道请安甲报告，愿上帝祝福新学院的教学的事工，而且祝福全体教职员以及因的学生、因的服侍甲身躯心灵拢得到健康。咱多谢蔡牧师今日3场的正道吼，谢谢。第2点，本主日第3场的礼拜中间，咱欢迎本会幼儿园林梅基院长来带领教职员，拢共60名来本会参加礼拜加献诗，愿上帝祝福幼儿园全体教职员加囡仔伫学习教学，拢得到主的眷顾加恩典满满。咱来多谢因今日的献诗。再来报告第2点，感恩节的音乐会，11月22日的主日中昼12点45分，伫10楼礼拜堂有咱的感恩节音乐会，请兄姐来同齐来参加咱的感恩的节目吼。第3就是集体关怀。恭喜本会会友陈浩民兄弟甲兰雅慧姐妹，就是咱兰德崇甲朱令长老夫妇的查某囝，要伫11月28日后礼拜6上午10点，伫10楼礼拜堂要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，愿上帝祝福新人甲因全家。第7页，遮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有21名，请咱大家照咱的感动来甲因做代祷关心。接续，咱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要来欢迎来宾甲牧养代祷。大家平安。毋知咱中间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姐。无介绍到的，咱拄则已经有介绍过，咱今日真感谢蔡院长，以及咱的幼儿园的这院长、园长甲老师吼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保守看顾阮来到圣殿敬拜你。但阮特别为着台湾新学院的老师同学来祈祷。求主祝福保守看顾因，互因伫推动校务的过程中间有主甲因三甲伫咧。透过因培养好的传道者，成做台湾正教会的祝福。愿恳求主你祝福保守看顾因的一切，补满因的欠缺。阮相时也将相连幼儿园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祝福保守看顾，互对园长以及所有的老师。以及同学，拢得到主的看顾甲保守，
或者细囝伫因的帮衬下面来成长，得到主的欢喜。恳求主，你也透过幼儿园所推动的服务事工，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你，来信靠你。主啊，阮也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完全仰望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亲自赐福、保守、看顾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即摆要来吟线会诗，圣诗第514首。若要线会求主赐福，请会众起立来吟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心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灭道谢恩，强受切恳。